根据统计，慢性鼻窦炎的盛行率高达15%到20%。对着慢性鼻窦炎的治疗，主要是以类固醇鼻喷剂，也就是灭菌生理食盐水冲洗为主。若是有急性感染症状，医师会开抗生素治疗。另外，鼻窦内视镜微创手术也是正常见的治疗方式。但是鼻窦临近脑部、颈动脉甲视神经，一旦无细腻，恐惊会伤到重要的部位。但若是搭配着精准定位病灶的3D 立体定位导航系统，会当更加有效清除病灶，以及减少手术并发症的发生。这个系统的话，它是能将病人实体的构造对应到电脑断层上面，让我们能知道说在手术的进行的时候，能比较精确的清除病灶以及减少相关的手术并发症。另外一项好消息，就是目前3D 立体定位导航系统已经纳入健保给付，只要是符合健保适应症的患者，就无需要自费，会当做好更多慢性鼻窦炎的患者。台湾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